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顺。咱喜顺呢，伫彩色人生这单元内底呢，特别对台中来到咱嘉义县水上乡人生社区这一间真耶稣教会南明教会，要特别为你邀请到阮本会的信者孙祥嫂啊，要来节目中呢，甲咱做来分享到耶稣基督恩典吼。敏华姐你好，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我今日有这个机会来甲各位朋友来分享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咱已经听到敏华姐的声音嘛？敏华姐，你是几年厝的？我37年厝。你本基地是住伫什么所在？我本基地住嘉义。你算嘉义人啊？我嘉义人。嘉义活什么所在？嘉义我住伫埔一路小平湾迄边。安尼结婚几年啊？56年结婚。敏华姐吼，你曾经捌住过几个所在？我住过台南吼，中立了再去搬去英国住20年，88年12月的时才搬转来嘉义。哦，安尼吼，你有安怎做够耍吼？有一句讲鸟耍秀啦吼。不过咱人生吼，真正是敢若是做人客共款，即咱听众朋友咱或者咱嘛是过着即种人生啦。伫咱人生当中，毋讲甲住一位吼，就住甲咱离开即个世间，拢是爱住几啊位。对咱的即个搬厝当中，也当互咱感觉讲，咱人生开始一个足大的操练。你感觉讲，咱人生的释放是啥物？你会当简单甲咱讲一下。然后有厝好我靠吼，这是实实在在啦。早无信主足可怜。你较早无信耶稣？你毋是细汉就信的吼？毋是，我是破病才来信。是恁细汉的时阵，拢毋是信耶稣的对？毋是，拢是拜偶像的家庭。你安怎拜？拢对爸母拜。咱伫这节目当中吼，定定邀请了咱亲爱的兄弟姊妹伫咱节目当中伫咧做见证，拢有一种的感受来讲，迄个信仰就是讲对咧行，对咧拜，到底拜安那吼？我毋知影。别人我那甲问拢无解清楚，因为较早嘛是拢伫拜偶像的环境当中大汉的，但是竟然吼，甲问讲恁较早安那拜，无人知。毋知，对拢拜。毋好较早讲伊去找着耶稣。当早讲去找着耶稣的时阵，咱就知讲咱为啥要拜耶稣。是。虽然讲还未甲你问讲你安怎信耶稣啦，不过我即摆要先甲你问讲，敏华姐，耶稣是啥物种的神？耶稣是救咱灵魂的神，也是互咱精神肉体拢会当活靠的神。不管你拄着啥物困苦吼，你家祈祷、家求，是替你解决。安尼佫无共款啦吼。之前甲你问讲恁较早拜啥，你讲恁拢毋知影，对拜。即摆问讲信耶稣为虾米信耶稣？耶稣啥物神，你拢足清楚知影。是，因为主耶稣恩典足大，伫我身上，我过去所活靠的神拢袂当帮助我，我嘛花费伫迄个拜偶像中间花费真侪金钱，甚至有迄个偶像甲我提示讲，已经拢嘛无法度为我处理我的代志，所以拄啊接受到迄个耶稣的时候，我甲迄个重担祈祷，主耶稣帮我担。我第一暝去部队，主耶稣甲我迄个重担拢提了，感谢。讲为虾米你会要来信耶稣？是啥物种的情况之下，互你想要来信耶稣？因为我咱一般拢走投无路啊。安尼吼，为虾米走投无路？因就有神拜甲无神啊，有医生找甲无医生啊。你是染着啥物病吼？我是因为要生产囡仔的时阵，去病院甲我灌肠。从开始放血甲囡仔生了一直安尼，这个病情差不多拖4年外。到65年的时，人才来甲我报这个福音。所以我才体会讲，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啦。你当时是患病的情形是安怎？患病吼，人拢无感觉安怎，就是敢若大便一日放血，一天放10几摆。迄阵吼，就有个朋友讲是痔疮啊，安怎，拢去食药，食甲拢人拢挡袂住。尾厝内面就拜偶像嘛，就去请偶像来拜啊。一仙问过一仙，一个拢讲一款拢无共款的，有个讲是公仔要做功德啦，有个讲要创啥安尼，一大堆拜甲无法度。有个讲
来甲阮先生讨债讨了要转去啊啦，所以阮大家嘛足烦恼的，因足信心的人。伊讲叫我讲你去台南吼，去问看台南有对新道较高，去请教。啊你捌去问台南啥物所在？我捌问台南的济公啊吼，甲伊迄九天玄女啊，甲迄个清风庄遐一个做西方佛祖，嘛拢讲是遐祖先啊咧作怪啦，拢是遐个清洗者就对啊啦。祖先还作怪啊？祖先啊嘛做听咱的，那会作怪。就讲要叫咱甲做功德啊，迄阵就是因为阮先生有三个姊妹吼，细汉就离世嘛，啊一个是大汉讨要嫁，飞去海口去啊。啊两个比话讲要搁嫁啊，啊要嫁因个家境无好啊，啊就讲无甲进菜饭看好无？啊讲好，甲进是菜饭啊。结果我破病是去问我上，就讲因三个姊妹转来要讨要，算讲要搁做公证安尼啦。啊，阮头家甲问讲，啊，你是第几个啦？讲我到生死就生大啦。算讲迄个西洋佛祖伫遐咧，迄个时吼，一出来就直直哭啊。问讲啊，你谁？讲啊，到恁大姊啊。阮两个伫心内想讲，大姊对啊，一个比较大，两个比较细嘛吼。啊，一个已经嫁去，啊，你讲凊彩长三个安尼。心里就打一个问号。你啦，啊，就互伊讲啦，伊讲。啊好啦，你讲你要做功德，啊你甲我讲，你既然是阮的姊妹啊吼，你甲我讲你即马伫对一间的菜场，啊伊就讲袂出来。我迄阵啊可能人艰苦嘛，足心足，我就讲也是讲，就敢若妈妈较早咱也毋捌去啊，唔知，我甲讲安尼，伊就紧甲我回答讲，啊你就转去问母亲啊，自然就明了。算讲我讲话去就塌啦。我两兄弟阵啊就讲，等下要买金纸，要搁包红包无钱啊，好来转来转啦。然后吼，要来带你去信耶稣，你就敢去。怎从你明开始去信耶稣？信耶稣。所以足侪人伫咧拄着代志的时阵啊，也是讲可能也无拄着代志，因拢有拜神的观念，尤其是若是咧真袂平安的当中，更加是搁较会去找神明偶像去敬拜。好，等下一间庙啊，找去一间庙啊，像你安尼五湖千岁啦、济公啦、什么九天玄女啦，啥物拢拜着啊，公妈嘛拜啊。互咱有一个感受就讲奇怪啊，一般即个民间信仰啊，问神问佛问偶像神明。拢定定拢讲，若无平安，就是祖先要来讨债啦，祖先要来要求东要求西啦。其实甲咱在世间即种人伦的观念敢若无啥共款。咱做是大人，大部分拢是为着囡仔想的，希望囡仔呢莫去吹风旁日，希望讲咱的囡仔会当好啊做人，好啊读册，好啊过伊的生活。大部分拢袂要求讲咱的囡仔互咱回馈多少，所以要求你讲咱听囡仔，爱囡仔，处处拢惊囡仔伫各方面呢。有一寡生活压力，毋是讲咱去甲讨啦，互伊造成这个压力。所以这个魔鬼足厉害，天神伫遮足清楚甲恁讲的。我讲魔鬼也是无超过啊，因为这是魔神啊。伫咱的这个空间当中，伫咱的世界顶面有两种世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灵界。这灵界当中有两种势力，一种是善的势力，一个是恶的势力，无好的势力。这灵界当中就是有神也有鬼。人讲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有的人拢毋知影，了就讲哇，这祖先啊来咧讨来创啥呢？其实咱去问，伊讲出这个代志啊，正是讲其实迄万的神，若是神伊太袂晓去判断，讲迄到底是对的代志，还是毋对的代志。竟然透过这个神明的中介，讲知影讲咱的祖先要来甲咱讨物件，还是讲有啥物代志叫咱去甲办，较互咱安尼园区做无这个伤害，甚至足大这个病痛。这是足不可思议的代志啊！所以咱有一个深深的感受来讲，今日咱若毋是拜着真神，咱是足可怜的。咱真正是在互伊安尼拖甲long细，你都毋知。伫这个圣经内面嘛咧讲啦，伫以赛亚书第几章的19节内面咧讲到讲，自古早以来一直到现在，有足侪人得袂着平安，甚至要找一位神来敬拜的时阵，要来问东问西，问看未来这个前途，甚至伊伫破病当中是毋是当得到医治，得到一个保庇甲平安。有当时因就去找一种势力，一种即所谓高贵啦、贵阴去问神问东问西安尼就透过动机啦、讲话啦，其实迄拢无影无食。进来听这比如你即摆听到天神咧讲这个话。这实在是对这样话爱负足大的责任。我讲这个话的时阵，恁听众朋友你就该替喜神捏一把冷汗。讲实啊，喜神刚在这个节目当中向遐个神安尼讲这个话，因为喜神知对毋对，迄是毋是会当帮助保庇咱的，
我会通足清楚的。啊，若无清楚哦，我毋敢安尼来做这种论断，因为这种会了解圣经内面嘛咧讲啊，伫咧以赛亚书第8章的19节咧讲，有人对恁讲，东球门遐交鬼的，甲遐行巫术的，就是声音吼安尼绵密，声音安尼怪声怪声吼，你若去问济公啦，是问啥物千岁吼，是问观音吼，啊，拢迄声拢安怪怪尖尖安尼吼，你主要看迄咱电视嘛咧播吼，啊，其实迄拢甲迄声拢共款，啊，其实迄演员演出来就是安尼，啊，其实鬼咧讲话嘛是种隔迄种声，啊，其实自迄个古早以来，迄先知就咧讲，这球门交鬼的行巫术的吼，迄声音就是啥，叽叽叫，足尖声，吼，迄大家听着鸡母会唱。甚至有人叫我去台南甲地庙吼，去改吼，伊入去甲经历，安尼足阴森诶，足恐怖。哦，你往那捌体会到的？入去啊，我毋敢去遐做法的，因为前迄阵啊，伫死皮遐吼，地有迄算人客嘛，比车，伊就住伫甲地庙边啊嘛，卖金嘛，啊，咧在讲遐吼，遐咧改安怎足对，做入去甲看。若是神还有人恐怖，啊所以。你圣经内面早就已经讲啊，其实神讲毋通求问遐毋是神啊，敢会当为着这活人去求问迄死人？咱讲祖先，就是毋捌啊。咱祖先亲人，咱就期待，其实已经离开世间啊。圣经讲吼，毋是讲之下，甲伊拢无代志啊，甲伊拢无关系啊嘛。毋是讲之下活在这世界人，甲迄个是讲之外，就是迄灵界内底，伊灵魂已经归到属灵的神遐去啊。已经是伫神的这个权柄的之下嘛，去一个所在等候将来审判，伊无可能等下甲你讲东讲西，你讨东讨西，因为无即界甲需要这无一个物件，伫灵界内底吼，毋免穿啊，免创啥，无迄个所谓这种食生活这种问题啊，所以这魔鬼魔神啊，在假神，因就是利用这个人间这种论情、这种世事、这种生活当中的需求吼。变东变西，变甲互你惊。我耶稣的时吼，不要分辨这个啦，是即马细年早早分辨，啊早时代是咧讲说。讲起来，咱若准无神吼，诶，即个圣经的话，反正就是咱生活当中的文化甲法度啊，用安尼来做咱的标准的时阵吼，其实咱真正活这世间足可怜的呢。吼，逐工看了日头光，但是咱的心灵确实非常黑暗。阵啊病甲家己安尼艰苦甲吼，啊想讲。足可怜的，啊5个囡仔呢，啊无人通甲咱带呢，啊搁家己咧做生意，吼，迄阵啊开学都。阵着5个囡仔，啊你都有这毛病啊，搁生囡仔？我毋知影，破病了，直直问我上啊问袂好嘛，啊尾啊搁怀孕嘛毋知影，啊是当作讲可能放血放甲吼无血人当迄类啦，当作安尼。我有去找一个老医生吼，伊搁甲我诊诶，搁甲我开贴药啊，搁落红花，伊嘛讲这你若。有心吼，食来老体，啊，结果嘛无老体。我倒了。所以，互咱知影讲，像拄啊，迄时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吼，迄8章的11节安尼讲啊，讲其实在拜偶像，啊，在活这世间无神、无真神好倚靠这人，因为这个地面上伫咧生活的时候，真正是受艰难、受妖膏。当然，这妖膏毋是干咱肉体尔，包括心灵妖膏，伫各方面啊，拄着一寡艰难的代志，所以心中打扫、焦虑、烦躁。并且呢，酒嘛较甜，嘛东嘛西嘛甲，真正就是足忝足艰苦的就对啦，足压榨的就对啦。足忝的，拢是要家己要结束人生。圣经讲啊，人拢是艰难，伫咧黑暗甲幽暗的当中来痛苦，啊，所以啊，一直渐渐进入黑暗当中，啊，一寡人因为找袂着神，啊，所以进入黑暗当中，当然是后来就行迄绝路。当这是你敢有想讲要行绝路？有啊。迄阵啊，就想讲5个囡仔吼，要做伙安尼，甲头死安尼，安尼哦，要做伙带来去，要互伊安尼专心当以后是大人。安尼哦，因为吼，病甲搁开甲无钱，一顿囡仔安尼。啊，若是以咱台湾民间信仰来讲啦，安顶这4、5、6个人就变5分了几，后摆恁就搁等下甲恁翁讨，就是无兴趣啊，无挖靠啊，心中空虚啊，啊心灵也艰苦啊，肉体也艰苦。啊，所以人若真正讲无即个拜神的知识，啊，甲无即种灵魂的观念吼，讲起来话，这世间真正是，好甲才无意思。
啊，伫这个痛苦当中，你是安那透过什么人来给你介绍的信耶稣？感谢主吼，因为吼就是开学倒摆店嘛，无请师傅吼，兄弟足爱饲狗啦，爱着饲一顿狗啊，做生一寡狗囝吼，啊，伫遐咧干球，啊，阮离阮所4-5间一间干妈店遐，有一个咱教会信者，啊，伊本来是要来报福音互伊，啊，逐暝拢来伫遐陪伊。啊，结果伊听着阮的狗仔咧叫，啊，伊讲啊，迄黄先生吼饲迄狗啊，我着原来有兴趣饲狗，伊就过来看。啊，看的是迄阵我是正经吼病到足严重的时，我本来是趴咧困，啊，听着伊来我怎爬起来，伊看着我的面吼，伊就惊起，皮包骨的一个人吼，面黄肌瘦一个。啊，所以伊讲问阮兄弟讲，啊，恁太太是咧破病哦？讲是啊，着久病啊，着袂好啊。啊，伊足热心诶，伊讲啊，你有去找医生无？我讲有啊，啊，着有医生啊，找甲无医生啊，有时问甲无时。啊，伊才咧见证，伊太太伫永福国小咧做老师吼，伊拢有介绍去互一个赤脚仙啊看，迄个医生哦。拢就是上班暗时啊转来，拢去共往诊。安尼伊讲，人迄医生真贤，我带去诶人互看拢有效。讲无咽癌吼，差不多12点才有转来哦。我带你来好无？咱想讲安尼可能找着贵人，迄阵啊，着心想想，可能找着贵人啊吼。啊，有人要搁报咱迄个安尼吼，足欢喜诶。迄暝就店收小就甲伊去，啊，足奇妙哦。迄条你送拢无沾诶，干那看我面相。讲你这吼，什么病，拢讲出来，正了甲医生占的拢共款，拢共款。啊，心内真正足欢喜诶，讲啊，安尼一定找着贵人啊。迄着摕伊诶药啊，药粉互我食。感谢主哦，第一天转来吼，食真正迄个放血次数较少。第二天、第三天拢共款啦，但是第4天搁反。哇！我甲迄个白兄弟讲，伊讲。啊无，搁来问迄个医生，伊讲啊无，搁甲你加减啦，加减搁做，搁加减的是搁转来食嘛是共款，结果我若像第一摆共款啦吼，第4天搁款，啊即摆去，伊讲啊若无你的药啊，我另外甲你做恢复的，啊就是安尼感谢主，迄暝转来吼，从那开始发烧，啊烧，伊有甲阮兄弟见证，伊讲吼。真有医惊病啦吼，我甲你讲，啊真病无药医啦。因太来这个病吼，若要会好吼，上好爱找真神啦。咱教会南门教会者这摆种花之上吼，弟兄弟。啊，阮两兄弟讲真神，啊真神伫倒一间庙，你若毋甲我报，吼。伊讲真神哦，伫真耶稣教会，耶稣啊耶稣有真也有假哦。哦，我有听什么长老会啦，什么浸信会啦吼，哦。啊，都毋捌听啥物真耶稣教会安尼啦，讲有啊，真耶稣教会伫恁中山路、国民大道吼，迄夜市啊遐吼，看板足大支诶吼，你着爱去信耶稣。啊，伊说讲着耶稣甲伊编诶，编足久诶吼，伊毋是爱直直做见证，做耐心哦，直直甲做见证，啊讲伊带啥物人去信耶稣安怎啊，直直见证。我两个弟拢信袂落，嘛不爱信诶对。直甲编，啊编伊像啊转去。等于伊感谢主啦，像咱甲因太太讲哦，因太太做老师，伊讲遐中山路迄奥多摆店遐一个乡太太，遐足可怜的。啊，我甲报福音吼，啊因头家毋信，啊甲我直直编安尼吼。啊，我讲叫伊讲伊若福气吼，教会伫因遮无偌远，叫伊家己去找教会安尼。伊讲啊哪有可能？你报道你互伊就甲你编啊，伊哪有可能家己去找教会？吼安尼。伊讲你即马甲敲电话。咱明仔阴暗7点来因兜发烧，就来教会。伊若福气吼，主耶稣都甲活动吼，伊就会当得着。所以咱转去尔，白兄弟敲电话来吼，伊讲吴先生，阮太太讲明仔阴暗7点吼，要招恁来信耶稣啦。啊，就看你的福气啦，你若有福气吼，神也要爱恁吼，啊，你就迄个安尼啦。啊，阮即上甲应讲好啦。啊，电话挂了，都家己两个翁仔某就对对讲啊，讲。我参照。咱哪有可能信耶稣？咱连祖先也不能信耶稣，咱哪有可能信耶稣？讲啊。哦，就安尼讲啦吼。啊，真奇妙啦吼。天光起来吼，阮以前住伫青年路遐一个厝边啦吼，就来啊，就走来啊，讲先生姓江先生。我甲你讲哦，清风庄遐吼，迄一个香佛祖吼，偌欣然诶。阮某吼安尼烧甲烫衫烫裤吼，叫伊好去，你敢知？啊，恁太太迄病小可代志啦，你甲带来互看。啊，阮就家己就讲，咱无可能信耶稣嘛。啊，结果
是甲爸兄弟，因讲阮下暗7点去教会哦，结果阮下昼2点，翁仔某车起来，过去清风庄去问师兄佛祖，啊，就是嘛是讲遐做神的代志啊，讲啥姊妹要做功德啊，要创啥安尼啊，吼，啊听甲无法度啊吼，就是迄暝去下昼去问安尼吼，转来阮2兄弟才看我讲好，人也要带你去信耶稣，你教人去遐坐，敢若像咧听人讲故咧，讲代志去无。第一暝2个拢总去，足奇妙哦！我迄暝去，我本来艰苦甲即个心吼，我就讲我家己不晓形容，啊，敢若像一粒大粒石头缀条，啊，敢若像一支刀叉咧，不是就敢若一把火咧烧啦，吼。啊，但是我迄暝去无倒转，我道理人讲啥我拢毋知影，敢若会晓讲啊，祈祷讲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安尼，啊，但是我转来心中这把火拢无去，怎啊落去，怎啊规个头壳吼，空空吼，要想吼。较足个烦恼，拢足个想代志，啊，怎啊规个拢袂晓想，袂晓烦恼。啊，我迄天就心情继续紧张，心情继续看我就对啊。啊，迄暝吼7点到，迄个时间到就是，敢若一股力量吼，你甲我推啦吼。啊，我就甲2兄弟讲来教会啦。伊讲啊莫啦，哪有可能信耶稣？迄是总咧应付变先生啊。哪有可能信耶稣？我讲啊，我毋过我感觉吼，我心情吼，我昨暝去听等我即个迄个敢若无去呢。安尼伊讲好安尼哦，安尼无好来你去啦，敢若去听人讲过，伊怎佫甲载，再到门口怎甲等的，我家己入去听，啊伊佫倒转来，啊我就是伫迄个中间吼，拢祈祷，心灵拢伫咧祈祷，心灵敢若会晓祈祷，但是人去听艰苦嘛，啊拢嘿敢若会晓祈祷，要转来我家己就。感觉看我咧，我家己用行转，我伫遐行转来3、4分钟就到啊。啊，若咧艰苦吼，行规半点钟行袂到教会呢。啊，就是安尼开始，听弟姊妹看着我安尼真正皮包骨啊，一个安尼强要欢喜的人安尼吼，足有爱心的。厝的山吼，迄阵啊，这苦冬林长老伫，伊迄阵是传道啦。厝的山特别伫当代种，特别按手祈祷，啊，就感觉人就足舒服。啊，所以我拢体会迄个祈祷。我自迄暝开始报道，到今仔日已经信20几冬，我捌离开教会。教会迄股的爱心的力量吸引了我，啊，我伫遐甲要洗的时候，安尼魔鬼做工嘛，然后开始发烧啊，发烧去台南省立病院一个科医生吼，伊个脑神经科的，迄暝甲阮发烧烧袂退，叫阮2兄弟讲，今日魔鬼咧甲我做工啊，帮助我祈祷，啊伊人忝嘛，无起来，我嘛是家己安尼倒咧，出去家己吼，找无空人两呢，袂晓形容迄个艰苦啦。魔神啊，要主动你信耶稣了对。嘿，我昨仔一日祈祷，甲天光祈祷5遍哦，吼，啊，即马迄个小退，伊昨仔天光透早6点外就弄小房，去迄个退烧药等，食一泡就退烧啊，退烧咧，毋过规身躯吼，昨仔安尼软做做，迄工拢袂出去甲斗做工课。第2暝转来开始去发烧，连续遐食2泡退烧药，食袂退烧，食袂退烧呢，天光伊赶紧诶，昨仔载我去迄个科医生遐。我昨甲讲，你敲电话叫爸兄弟来帮助祈祷，安尼，啊敲电话去，爸兄弟讲，我做这个工魔鬼叫毋甘愿的吼，啊你即马电话看咧吼，你踮遐现场祈祷，啊我踮阮兜祈祷，我即马无法度通去到你遐，昨仔伫遐中间吼，电话看，我昨仔伫遐心内就一直祈祷啊，祈祷到电池注刷起来，我甲兄弟讲即马几点？伊讲11点，我讲感谢主，今仔日好日吼，咱车坐来教会。啊，因为去教会吼，兄弟姊妹向看入去，迄个早伊想讲我穿无倒拢毋捌款式嘛，安时拢毋捌款式啊，讲咱迄个方法，伊嘛感觉讲代志不妙啦。啊，结果看我去吼，逐个紧围我来，搁伫会堂楼骹，逐个搁帮助祈祷，祈祷到搁伫遐食饭食，我才转来，就是安尼一直体会迄个祈祷的功效，迄个祈祷对我吼，迄个造就足大足大，足含万讲话的人。你免讲吼，耶稣嘛知影你。为是啊，你啥物情况啦吼？伊是全知全能的神，吼，伊啥物代志拢知影。哦，你有辛苦病痛，你心中有压力，啊有足侪艰难，伊拢知影。因为咱找着所在啊嘛，你找着所在，无人搁甲伊讲，恁啥物祖先啊，你甲伊所食创啥？即个所在袂讲即个代志，即个所在敢若讲到这位大权能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吼，咱人类求出耶稣的权能甲伊的慈悲、伊的慈爱，所以大家拢帮助咱祈祷，啊，无讲。啊！要祈祷先偌济钱来？无，拢无。对，感谢主。包括伫讲，咱就是安尼，逐个兄弟姊妹帮助你，希望你会当伫各方面来讲啊，都会当得到快活。喺外口就是拢用金钱咧交换，办一下代志拢爱钱，烧金纸、号啥物咧、3,500咧拢爱钱。
啊，是咱信耶稣拢免钱，要带一个谦卑甲诚实的心来到神的面头前，该向伊祈祷。是。哦，啊，伊就要听咱的祈祷。哦，啊，咱一寡代志就当得到解决。尾仔我去找迄个妇产科医生啦。我讲你敢是甲我灌肠的时吼，门口有甲我用化工无奈会安尼一直放袂落来。伊讲这是无可能代志啦。我嘛甲你检查过，你嘛无外地嘛无内地啦吼。无你上好吼，你去找迄个迄个台南省立病院吼，专门科的内科医师啦吼，介绍我去遐做检查啦吼。结果伊搁重新甲我抽血检查吼，迄阵第一工去吼，伊有甲阮兄弟咧讲话嘛，讲话啊，我伫遐边仔听着吼，伊讲我这已经病久啊啦，啊血拢放到拢无啊，你这病若要会好啊，爱逐工来注射，搁食药安尼吼，上紧。半年看会好啊，足奇妙吼！主要说吼，伫迄时阵要医治我，啊，我家己毋知影。啊，我第一工去，我去互注射了吼，我阵仔叫讲你甲我载来教会啦吼，下晡时较有用，载我去教我直接去教会，开始聚会。我入去教会大门口，迄是夜市啊对吧吼？入到大门口，迄个蛇为我嘴吐出来，啊入去迄暝开始搁安尼拍汗拍热，坐袂住，我阵仔落来。楼骹祈祷室，我伫遐呢，感觉足精神的吼，敢若心内直直祈祷，就是讲吼，较紧的迄个厝诶，煞紧祈祷。听着讲吼，楼顶讲咧唱诗啊，咧祈祷吼，迄阵啊心里足欢喜的哦，足欢喜时吼，真是倒咧吼，好等到看我无伫头前，规好按手祈祷，伊阵啊，知影我伫楼骹，阵啊落来楼骹甲我按手祈祷吼，一股力量甲我请起来，阵啊啪一个，阵啊爬起来，然后规个祈祷，祈祷了煞会搁好好搁转来。啊！伫遐整整甲尾仔，迄个医生甲我讲啥？讲甲阮兄弟讲，伊这吼已经为迄个子宫吼细菌感染，属于一种尿毒啦。哦，真无遐尼简单的迄个。迄阵我家己心内我有一个拍算，我家开4年外吼，钱开啊无钱，啊搁一阵囝呢吼。啊，迄阵我搁想着讲，病兄弟当时咧做见证时，有甲讲一句话哦。伊讲吼，你若信耶稣，你若信10分会好10分，信5分会好5分，你若半信半疑，你啥物都对袂着。所以伫迄时阵，我迄暝转来，我一甲病摕转来，以后我转甲踮咧垃圾桶。我怎无钱？专心要靠神。专心要靠神，但是我无甲先生讲。伊就讲，啊，你有食药？我甲拢甲变讲有。啊，第2暝伊就搁转来，搁载我，迄个补搁载我去注射。注射我就搁叫伊载我去教会，连续好载3工。我第3工了，我知影甲讲，你莫搁载我去注射。我其实我药拢无食，我要靠耶稣，我靠祈祷，靠祈祷了，主耶稣甲我的病完全治好。我正月65年无倒，66年的正月，我叫教会来做拄五香。感谢主，啊，阵啊拄五香了吼，阮迄年66年5月初，拄啊咱台南的传教50周年迄年吼。当着咧叫我报名洗礼啊，洗礼了吼，道理才偷偷来听安尼啦，吼，啊，阵啊迄阵，伫迄5月初咧是专节1个报名受洗，当时洗礼人有30几个，感谢主，啊，就安尼归着主的名诶。所以洗了身体就好起来。哎啊，洗礼了，阵啊身体就渐渐恢复。还是。哦，洗礼毋是要除病，洗礼是要除罪，吼，要除掉咱的罪。因为咱对阿当犯罪了，咱是做犯罪了，咱人就拢有了罪，吼，亏欠了神的荣耀，吼。咱人活这世间70-80年，但是咱的灵魂是永远的。是啊。所以咱的罪若无得到医治，无得到赦免的时阵，咱将来。去迄个所在啊，迄个天国的所在，迄是圣洁的所在，罪人袂当入去。所以咱基督教、耶稣教最要紧是要救人的灵魂。但是神意外恩典伊慈悲甲怜悯，把因为咱的虔诚意外互咱的病得到医治。因为耶稣是带着恩典甲真理来。是，真身体伊足够感冒的啊，本地拢食西药食甲挡袂牢，食汉药啊。啊，即摆坐洗礼了吼，感冒迄汉药食落吼，哪有当缩去？家己怎啊想讲，啊，我很大病放话，都靠祈祷，都靠耶稣就好啊。感冒哪着食药啊？我迄暝药啊，本做当我开放歹呢，我去教会，就好去啊，倒就好啊。是啊，是。然后信心哦，啊，若无信心，拖一个月就拖去。毋是讲咱无需要靠医生啦，医生嘛是会当去靠。是啊。但是咱若是有信心，其实。咱专业的医生吼，比医生更较高。咱的主，伊伫传福音的时阵，天顶的神降生来到世间。伊咧传福音的当中，倒一个患血流的查某人。啊，咱知讲患血流的查某人，以圣经的角度来讲，无洁净，人拢足歹活的，啊嘛袂当去活别人。啊，所以伫迄当中吼，伊凭着信心，一直客到耶稣的这边啊，望耶稣的衫件。
结果因为伊有信心，意思讲我若摸你耶稣的3支，伊病就好去啊。结果因为伊的信心去摸，即个迄老经验怎啊打去，忽然之间怎啊完全拢袂过流血啊，所以因为安尼伊的病就得到医治，这就是完全的信心。古书第1章第60嘛咧讲只要咱凭着信心求，一点仔若无遗憾，因为迄个遗憾的人就敢像海中的波浪共款，互风吹动，就翻来翻去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这信心嘛，就是完全交托的心。咱若讲有疑心的时阵，就敢若用海涌啊，一甲全破啦。伊到底是变哪流毋知影，无定向嘛。假使咱有信心的时阵，咱的心是非常的平静的。耶稣就会帮助咱，互咱伫咱的这个困难的当中，出伊的手来，来医治咱，互咱的代志当得到解决。这圣经内面，咱就知影讲，心怀两意的人，伫一切所行顶面都无定见。只是要拜拜。只是讲要来听看卖啊，听看卖，佫想讲要去拜拜，安尼都毋对啊。咱袂当双骹踏双船啊，毋是仙就是恶，毋是恶就是白，无就徛伫条尾。无法度。所以咱都要坚持到底，来赶紧的，来信耶稣。毋好亲像咱闽华姐也较早呢。我会花多4年外。这做两兄嘛是共款吼，因为咱足顾一个。是啊，做诶，不好伊毛佫甲伊提，佫甲伊变。但是今日吼，信耶稣先甲逐时做啦，吼。较早讲，无论安怎吼，伊就袂信耶稣啦。安尼吼。大家伫爱9、8日，伊才上走的。伊即马若出去吼，灵运会若出去分传道吼，人啊，传道甲摕来接触甲顶者吼。伊嘛讲主耶稣感谢主吼，你怜悯伊吼，我较早嘛像安尼，你甲我精神。对对。即马吼，无论安怎，你着爱来信耶稣，伊即马着讲一句。将心比心。相信。因为会当体会到伊较早的心情。是，伊较早是。阮大官咧教上工地呢，伊拢咧讲落来，拢逐年都爱去南关心歌乡的人诶。你怎么要来信有可能？无可能，实际真啊，除了男是咧爱吼，遮尔大吼，无可能来信耶稣。所以确实是主耶稣恩典。所以吼，哥林多后书6章第20咧讲啊，讲即马是活立的时阵，即马是拯救的日子。所以咱应当爱把这个活立的时阵、拯救的时阵，甲咱闽华姐啊，做伙来相信耶稣吼。感谢主。我相信讲，咱天顶的神，伊是真神，伊是里面的神，伊是无偏袒人的神。只要你存着一个诚心、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头前，甲咱信耶稣吼，无人讲信耶稣安怎啊？是啊。反倒当因为信耶稣，咱得到平安。请恁把握这个机会，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爱你全家，主耶稣恩典要临到你的家，是，你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福气。对，感谢主，感谢主。我今日分享到这。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造物主。也是阮人类道义的救主，你是将来要毁灭罪恶世界审判主，你更加是用谦卑、虔诚、诚心来信靠你的人的救赎主。主啊，阮搁再一处伫这个所在来感谢你的带领甲祝福，互厝边隔壁大家好，这个台语福音广播节目会当顺利来播出每一集，互阮会当透过你所创造的声波，伫空中来向阮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共享你的救恩。也互阮有机会来反省，来看透着阮人生的险恶、病痛、患难，以及心灵的痛苦甲无助、软弱甲无奈，并且认捌伫你的救恩内面，有你的保守、看顾甲灵魂活命的平安，伫阮的心灵内面做主。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将永生放伫阮人的心内，互阮知影讲，这个世界上无啥物件，通好互阮会当得到完全的满足的。世界上快乐。也定然是忧愁甲不安的交织利益，望住了阮每一人的心灵，又搁定定有病痛、苦难。主啊，阮知这是阮人类活伫这世间肉体生活痛苦一个写照。阮人活这世间只不过是世间上的人客甲脚卡。有一天呢，无论是啥物人，拢爱经历这个生老病死的人生阶段结果。阮人生就要亲像打顶病共款。一下久，就将要跳上病路，来结束阮这个短暂、痛苦、病痛的人生。但是你却是为着阮这接受你救恩，来领受尊敬你真理的人，来陪伴一座上纯英美的城，就是无后要为阮这得救的子民所陪伴的天国。所以，阮若是拄着极大的病痛，阮也无抵触甲丧胆。主啊，阮搁再次来感谢你，叫你今日南云教会。
缅怀者啊会见证，互阮认捌活命的宝贵，也阮知影活命生活动作尊老拢在乎你，阮会当透过患难病痛，互阮更加有机会来谦卑，来追求你是真正独一的真神，为了救赎主，互阮更加来珍惜活命的价值，不是在乎今生，也在乎将来，也在乎真神你，来信靠你，来得享肉体甲心灵的平安。主啊，阮也恳求你，会当开启阮亲爱听众朋友的心窍，互因毋免开半仙钱，就来信靠主你救因，对担一直到永远。阮也愿意将一切尊贵、权柄甲荣耀能力、救因，拢归到主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阿门。